春天是百花齐开的季节，真侪家庭拢会规划出游放松身心。但对着弱势长辈来讲，出门是一件无容易的代志。好佳在华山基金会每年春天拢会规划带长辈前往户外踏青，但近来因为疫情的缘故，基金会已经有2档的时间无办理春季旅游。华山安南一站为了让长辈有一个难忘的回忆，特别在12周年感恩大会上办理穿和服画樱花的活动。我很高兴，我第一摆拄到，第一摆穿安尼啦，系啊，人生中就是今仔第一摆对啦。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已经2年取消春季旅游的活动了。那长辈其实是非常期待能够到户外走一走。那今天借着感恩茶会的活动，然后邀请长辈，然后一起来穿和服，然后画樱花树，然后能够借由这样子的活动，然后徜徉在想象走到郊外赏花的一个乐趣这样子。议长郭信良嘛特别来到现场关心长辈，并送予基金会5万块的照顾经费，表达支持。你们这种都是做义工的，那我代表台南市议会非常的高兴你们这种行为，那我会抛砖引玉，那我就回去呢请我们的议会呢因为清明佳节到了那我们就要为我们的华山的基金会5万块的基金呢来注入我们的，谢谢议长。华山基金会伫全国总共有400个爱心站，服务将近3万名长辈，免费为弱势长辈提供关怀访视、陪同就医、物资发送、年节关怀等服务。嘛希望社会上有能力、有爱心的人，会当做伙加入关怀长辈行列。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